好啦，有关这个风台的状况，等一下继续来报上。先来看中华职棒兄弟球队的球员恰恰彭正明，昨尾暗暝伫台中洲际棒球场最后一场的引退赛，来20223个球迷拍破着陈金峰20052个人的纪录，嘛是中华职棒的例行赛。来看比赛的人数上最一届。比赛后，恰恰念引退宣言的时阵，讲到至亲家属甲球迷19年来的支持，是忍不住流下目屎。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。即使我时常无法陪伴你们，他们也一直无私的包容与体谅。恰恰彭正明、彭正敏念退休宣言，讲到厝内人甲球迷19年来收听，伊挡袂牢流目屎。非常感谢。现场内2万多过223名球迷，伫台中洲际棒球场人数拍破2016年陈金峰退休时20052个人纪录。这场嘛变成台湾职棒史上看例行比赛人数上济一摆。退休仪式，恰恰牵老爸手，写泪包，一直向战友告别。资深的球迷前总统夫人周美青嘛特别到现场，穿恰恰号码球衫甲献花，佮送的一张亲笔写的卡片，内容写讲：亲爱恰恰，感谢你用伤痛甲汗，带予大家真侪快乐甲回应，互人敬佩。毋若是你高超的球技，特别是每一场比赛时你认真的态度、冷静甲拍拼精神。最后，佮特别写彭正敏全泪弹。恰恰退休比赛最后一场虽然讲无赢，也过19年来，恰恰伫球场顶面留下无数场精彩比赛，拍拼的身影将会永远留伫球迷心内。